人生當有別的，一睡定乾坤。呢棟雅居樂獨棟別墅全新幫你裝修好，你睇下前花園都係硬化咗嘅，外牆裏邊全部都係裏裏外外全新嘅一個裝修。入到嚟就係我哋嘅客廳，沿住我哋嘅中空大廳，感覺係特別大氣。呢個位置嘅話，原來係一個側花園，直接擴建咗、硬化咗，做咗一個茶室。上面嘅話仲係帶有平台嘅。小朋友喺呢度睇電視，長輩嘅話喺度飲茶，一家人樂融融聚埋一齊。咁嚟到我哋嘅前花園呢度，呢個位置硬化咗噶啦，得閒約上3、5知己喺呢度燒個烤、飲個酒，都係特別享受人生嘅。呢間房嘅話佔地330個方，目前嘅話3層嘅格局，一樓帶有長輩房，二樓嘅話2個套房加埋一個平台，3樓嘅話成層主人房，仲係帶埋雙平台嘅喎。如果近期想揾別墅，又唔想人哋住過，又唔想為裝修而煩，咁就關注我，直接帶你現場睇房。